这是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30号，公元2017年元月27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达兰萨拉行宫，思政呼吁印度应该重振佛教文化，提高其国际地位。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与捷克共和国参议院副议长举行会晤。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北办事处代表参加台北圆满扶轮社年度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致函祝贺新任欧洲议会议长。印度教徒报刊登关于西藏的假新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返回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行宫，数以百计的藏人和在于此地的各国游客手持鲜花和洁白的哈达，热烈迎接尊者的到来。在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在圣地菩提迦叶圆满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在返回途中顺道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又举行数次公开演讲，于1月23号返回达兰萨拉行宫。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以及其他部门主要负责人前往达兰萨拉南部10多公里处的格嘎机场迎接尊者。1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应至新德里印度妇女工商联合会，并发表慈悲的力量为主题的公开演讲。下午，尊者在新德里圣母国际学院向1000多名该校学生发表了主题为“宇宙责任与世俗论理”的公开演讲。1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和理查德·戴维森在新德里与西藏大学生共同探讨神经科学与心理学。2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新德里的塔卡特拉体育场以当代印度社会要振兴古印度智慧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该项活动由印度智慧倡议组织举办，旨在复兴印度智慧和精神等优秀传统文化。3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举行为期1天的弘法活动。西藏民选政治领导人司政罗桑桑格博士于上周日应邀出席印度全国学生会议年度会，呼吁印度通过振兴那兰陀佛教传统文化，恢复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本月18号，印度全国学生第7届会议以主题为“全球视角重新定位印度”的年度大会于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市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应邀出席会议，并向与会的1万多名学生发表讲话，呼吁印度应该要振兴那兰陀佛教文化，重新定位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司政罗桑桑格在致辞时指出，在公元1至13世纪，印度文明曾经辉煌一时，印度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实力等的卓越成就，对整个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及崇高地位。然而，在经历历史变迁过程中，印度文明逐渐褪色。司政继续指出，当前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兴起，正如世界各地10亿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候选人的胜利，正在对全球一体化、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发起正面挑战。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印度应该用其丰富的佛教文化和古老文明恢复自身的国际地位，这将是印度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印度全国学生议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学生组织之一，司政罗桑桑格为该组织理事会成员。紧接着，本月18号，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欧洲多杰先生在布拉格会见了捷克共和国参议院副议长霍雷斯女士、参议员彼得·布拉兹先生、彼得·希拉先生和伊日谢斯塔克先生，以及其他部分议会议员。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欧洲多杰先生向议员们介绍了当今西藏人权状况、西藏境内藏人自焚事件、拉鲁五明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遭毁坏等问题。在此期间，代表欧洲多杰先生还会见了布拉格国际特赦办公室主席马克·马丁先生，并详细讨论了西藏问题，尤其是拉荣五明佛学院遭强拆、强迫驱逐僧尼等严重问题。最后，驻日内瓦代表还会见了布拉格支持西藏小组代表和当地藏人社区负责人，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此外，主办国际扶轮3480地区年度会议的台北圆满扶轮近日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先生出席开幕式。在会议开幕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西藏文化以及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关系。此外，还讲述了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状况。同时还提到西藏境内藏人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大约30分钟的演讲后，还进行了问答互动。在进行问答时，与会人员向代表达瓦次仁先生提出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以及其他藏传佛教有关的问题。至此结束后，台北圆满扶轮社负责人柯利奥女士对代表达瓦次仁先生表示感谢。扶轮社举办的此次年度活动中，还展开了各种慈善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先生致函祝贺安东尼·奥塔亚尼先生担任欧洲议会议长。代表扎西平措先生在信函中提到，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与欧洲议会和欧盟有着特殊关系。达赖喇嘛尊者非常支持欧盟的运作机制。尊者无论访问哪个国家，都会称赞欧洲国家对未来世界的互相依存有良好基础。代表扎西平措先生在信贺中还表示，我们也希望欧盟继续支持西藏，并通过欧盟的呼吁来解决西藏问题和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印度教徒报于本月17号发表一篇标题为“特朗普准备改变西藏剧本”的假新闻。印度教徒报副主编阿图尔·阿内加撰写一篇新闻报道。唐纳德·特朗普过渡团队的首席顾问白邦瑞访华时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拒绝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会晤要求，表明美国新政府对西藏政策的开放性。该新闻中还提到，美国对达赖喇嘛立场上的任何转变，势必对接纳西藏流亡领导人的印度将会产生下游效应。新闻发布几个小时后，白瑞邦在推特和脸书页面上要求作者撤回该报道，并评击这则新闻是假消息。同样，白邦瑞在脸书上也写道：“我不知道特朗普先生会不会与达赖喇嘛见面，而且我未曾声称自己是特朗普的顾问，也从未泄露有关他的任何决定。我在发表的文章上明确地说明，特朗普关于西藏和印度有几个选择。”这位印度教徒报记者甚至没有写明这些事宜，只是引用一则摘自中国电视访谈的中文新闻网站的报道。总的来说，我乐见特朗普与达赖喇嘛尊者会晤，但我绝对没有什么内部消息。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